Hello， 大家你好啊！今日咧嚟到2025年10月3號星期三嘅時候啦，歡迎大家咧繼續收睇呢一個接近6年嘅 Crypto Channel 啦。我自己咧亦都做咗一個全職嘅 Crypto 投資人咧，接近6年嘅時間噶啦，繼續咧陪大家齊上齊落嘅。如果你仲未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嘅話咧，可以撳右下角嗰個掣，又或者咧 scan 下呢個 QR code 咧，都可以進入到我嘅 TG Announcement Group 嘅。今日呢條片咧非常之重要，記得咧2023年4月左右咧出咗一條片同大家講加密貨幣或者 Bitcoin 嘅牛市咧已經正式開始咗啦。今日想同大家宣布，我認為加密貨幣嘅熊市咧已經正式開始咗啦。會同大家講一下咧，我自己覺得啦，短期、中期、長期嘅一啲睇法啦，同埋一啲提醒嘅。等陣間再講啦。而家想提大家兩樣嘢先嘅。第一樣就係12月13號嘅時候咧，我會舉行一個牛市慶功宴暨呢個聖誕晚會咁樣嘅。由於咧今次嘅形式咧係以一個食飯嘅形式進行啦，咁所以咧場地咧唔會係十分之大啦，亦都唔會容納到太多人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一睇 description 裏邊嘅 Google Form 啦，入邊咧有啲資料噶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快少少報名啦。星期5咧就會截止嘅。第二樣嘢就係想介紹大家咧 OSL 咧而家嗰個手續費咧非常之平啦。如果你係零售客戶嘅話咧，你就有福啦，因為咧零售客戶咧而家可以享受到一個機構級別嘅非常之低嘅手續費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喺呢個時候買入 Bitcoin 又或者係賣出 Bitcoin 嘅話，或者其他加密貨幣嘅話咧，都可以喺 description 嗰度揾翻條登記嘅 link 咧去登記翻啦。呢一個嘅費率咧，我自己睇到咧應該係全香港最平噶啦，把握好呢個機會。而且咧而家去登記嘅話咧，亦都有一啲登記嘅優惠嘅，可以睇翻 description 啦。OK， 好，我哋即刻去睇下點解我覺得今次嘅熊市已經開始咗先。呢個 channel 咧，其中一個好大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咧提早一步咁樣咧提大家啦，去話俾大家聽市場發生啲咩啦，又或者可以點樣部署啦。記得2023年4月嘅時候同大家講牛市開始咗啦，嗰陣時 Bitcoin 應該仲係3萬4萬左右呢啲位置嘅啫。跟住同大家講咗好多樣嘢啦 ，Bitcoin 係主角啦，冇 altcoin season 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嘅。最緊要係講咗成年㗎啦，提大家要 take profit 啦，唔知大家有冇 take 到 profit 啦？今日亦都係另外嘅一個提醒啦，話俾大家聽，熊市已經正式開始咗啦。其實早於1-2個月之前啦，已經喺講座嘅時候啊，又或者再幾個月之前嘅講座嘅時候咧，都同大家講到㗎啦。呢一個 Bitcoin 嘅 cycle 咧，好有機會喺 Q4 嘅時候咧，有機會已經係結束㗎啦。嚟到今日，我自己更加確定熊市已經開始咗啦。一齊去睇下點解先啊！好，呢一個指標咧，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提到嘅，我就拎走晒其他線啦，希望咧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少少。就係而家 Bitcoin 咧已經連續喺呢個50 week 嘅 SMA， 即係畫面上邊嘅呢一條藍色線下邊咧，超過2個禮拜噶啦，差唔多3個禮拜噶啦。我自己嘅 definition 啦，如果跌穿咗呢一條50 week 嘅 SMA 超過14日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咧熊市已經開始咗噶啦，而且即係話我嘅定義咧，就係由高位計，起碼6個月裏邊，我哋都唔會再次見到 all time high。6個月咧已經係非常之保守噶啦，因為咧一般嘅 Bitcoin 熊市咧都要咧12個月左右咧先至會見底嘅。我認為咧今次嘅熊市咧可能會相對地溫和少少嘅，等陣間先再講多少少。先睇翻呢一度先啦。點解話呢一條50 week 嘅 SMA 係咁有代表性咧？大家都睇到啦。如果係繼續牛市嘅話咧，我哋有2次，如果掂到呢一條50 week 嘅 SMA 咧，都會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嘅，而且咧唔會跌穿好耐嘅時間嘅。但係今次唔同啦，已經跌穿咗咧差唔多3個禮拜嘅時間啦，再加上啦，大家可以望一望對上一次牛市嘅時候，亦都係嘅，去到頂嘅時候咧，如果跌穿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算彈翻上去掂一掂啊，都會繼續下跌，直至到咧下一個牛市降臨為止嘅。咁就算再睇啦，再睇去2017年咧，都係嘅，跌穿咗嘅時候咧，都會有一段長嘅時間啦，先至可以有機會上翻去嘅。咁所以啦，
啦，基於呢一個因素啦，亦都基於 Bitcoin 嘅4年 cycle 啦，亦都基於好多唔同嘅一啲因素啦，我自己判定啊 Bitcoin 嘅熊市咧已經開始咗啦。跟住落嚟想同大家講下一啲長中短期嘅睇法嘅。首先長期嚟講，我想派翻啲定心丸先嘅。我認為咧 Bitcoin 長期仍然係非常之樂觀嘅。咁所以如果你係 stronghold 派嘅，如果你係可以抵得住呢一啲嘅波動嘅話咧，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咧其實近來嚟講，大家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好新聞咧，陸續出到嚟嘅。其中一個啦就係呢兩日先講嘅啫。美國銀行咧就將佢哋嘅一個財富管理，佢哋入邊嘅一啲客人咧，話俾佢哋聽，佢哋最多咧可以擺4%佢哋 portfolio 裏邊嘅資產咧喺 crypto 嗰度嘅。大家知道啦，之前嘅銀行啦，又或者一啲叫做比較傳統嘅機構啦，相對地咧都會係對 crypto 咧比較唔 friendly 嘅。咁但係啦，而家隨住呢個監管嘅進步啦，好多唔同嘅嘢進步啦 ，crypto 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咧就唔會消失，而且咧亦都係不停咁發展嘅。BlackRock 咧最近咧都有同大家講，基本上佢哋嘅 ETF 咧係佢哋旗下其中一隻最揾錢嘅 ETF 嚟嘅。咁所以啦，隨住唔同嘅資產不斷進入呢個市場啦，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 Bitcoin 啊 ，Bitcoin 係限量噶嘛，咁所以只要越嚟越多嘅資產進入嘅話咧，所以個幣價咧亦都唔會咧差得去邊嘅，長期嚟講啊。另外我哋都會見到啦，由美國嗰方面帶頭啦，一啲美國嘅州份咧都開始真正進入佢哋 Bitcoin Reserve 嘅呢個行列啦。我哋見到 Texas 呢度已經係開始買入佢哋嘅 Bitcoin 嘅 ETF 啦。之前咧都係一啲準備嘅階段啦，啲草案去通過嘅一啲階段啦。而家已經進入一個落實嘅階段啦。咁所以嚟講 Bitcoin 長遠咧，我哋會係非常之樂觀嘅。而且同大家講少少，我認為嚟緊下一個 cycle 將會係一個 super cycle。咩叫 super cycle 咧？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啦。首先今日同大家講多少少關於個熊市嘅中期睇法先。頭先講咗長期啦，而家講中期啦。呢度啦睇到每一次熊市嘅跌幅，我哋見到2017年、2018年嘅時候咧，總共咧大概跌咗8成半嘅85% 左右啦。當時候咧由差不多2萬啦跌到落去大概3000幾嘅位置啦。2021、2022嘅時候最高去到69000，最低嘅時候咧去到大概15000左右嘅跌幅咧，亦都去到7成幾嘅。咁今次啦中期嚟講，我想同大家講，根據唔同嘅一啲統計啦，又或者我自己嘅經驗啦，我認為今次熊市嘅跌幅一定會比之前嗰2次少，甚至乎咧都少幾多嘅。我會認為咧大概跌最多啊，我講緊最多啊，跌60% 咧已經係非常之誇張㗎啦。咁呢一個咧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呢一個係我自己中期嘅睇法啦。而短期嚟講我哋就可以望翻呢一個貪婪指數嘅，亦都有啲嘢想提嚟大家嘅。短期嚟講，我哋見到咧貪婪指數已經喺低位咧徘徊咗差不多成個月嘅時間咧，都係處於一個極度恐慌嘅水平啦。咁但係有一樣嘢留意翻，唔好以為咧極度恐慌咧就一定係買入嘅一個好時機，因為如果係熊市嘅話咧，我哋可以處於呢一種狀態咧非常之耐嘅。你睇翻2022年咧就知道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喺熊市裏邊都會有反彈嘅時候噶嘛，唔係話咧每一日都跌，每一日都跌，日日都跌咁樣噶嘛，係咪？總會有反彈嘅時候嘅。有啲咩位置可以留意咧？就係當呢個貪婪指數彈翻上去大概40零啦，甚至乎50零左右嘅位置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啦，係咪係階段性嘅反彈已經到咗咧？咁呢一個咧，我覺得短期嚟講咧，大家可以留意嘅，尤其是啊，我哋見到如果睇翻呢個日線圖嘅話，尋日咧係升咗特別之多嘅。我唔知點解咧，我喺 group 度又係啦，喺好多地方都係啦，只係升咗一日啫，大家咧就會突然間咧非常之樂觀嘅。我知道咧人咧都係偏向樂觀少少嘅動物嚟嘅，咁但係都想提大家啦，如果大家真係
係相信熊市已經開始咗嘅話咧，好多時候咧熊市裏邊咧都會有反彈嘅。喺呢啲反彈嘅時候咧，真係唔好過分樂觀。任何時候咧都要控制好你嘅風險啦，任何時候咧都要控制好你手上面嘅倉位啦，咁樣咧先至會可以安然度過到呢個熊市啦。記住，最緊要咧就係可以 keep 到手上邊嘅本金啦，你先可以咧捱過成個熊市，喺牛市嗰度咧賺得最多嘅。我哋嘅目標係要儲到越嚟越多嘅比特幣，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成功啊！今日講到呢度，中意嘅話 share、like、comment，下條片再見，拜拜。